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劉澤星。多年嚟，香港大學醫學院一直係香港醫學教育嘅基石。憑住我哋卓越嘅成就，透過6年制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MBBS， 培育咗無數世界級嘅醫生。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，香港而家面臨緊一個迫切嘅挑戰，醫生同埋醫療人手持續短缺。現今公共醫療系統正趨向高度複雜同埋多元化。學院為咗發掘好似你哋一樣嘅大學畢業生新人財富，積極招攬具有多元學術同埋專業背景，而且更成熟嘅學生。響應住香港社會嘅需求，我哋喺2025年推出咗全新4年制內外全科醫學士第2學位入學途徑 MBBS Graduate Entry Track。呢個入學途徑專為對投身醫學專業充滿熱誠，而且已經持有本科學位嘅人士而設。要為社區提供優質醫療服務，我哋唔單止需要精通臨床科學嘅醫生，更需要吸引嚟自生物科學、微生物學、藥物技術、生物醫學工程、遺傳科學等領域嘅跨界思維，為醫療挑戰帶嚟新嘅解決方案。你嘅獨特視角對構建香港更全面、更具韌性嘅醫療體系至關重要。學院希望吸引最優秀嘅人才，無論你係喺香港或者海外完成首個相關學位，只要你渴望為香港作出貢獻，呢個4年制嘅 MBBS Graduate Entry Track 將會係你嘅機會。我非常高興同大家分享喺2025年我哋首屆收生裏面呢，我哋已經取錄咗一批表現卓越嘅學生，佢哋分別嚟自香港、英國、美國同加拿大嘅優秀學府。呢批學生具備生物醫學、生物工程等相關學科嘅堅實基礎，見證住佢哋嘅投入與熱誠。我深信佢哋正邁向成為傑出醫療人員之路。如果你哋嘅心都係懷住呢一份使命，同時渴望為香港作出深具意義嘅貢獻，我誠摯鼓勵你哋報讀我哋嘅 MBBS Graduate Entry Track。我期待不久將來喺香港大學醫學院歡迎你哋加入我哋嘅大家庭。